成日出嚟拍嘢食嘢，真係好容易肥。好彩最近試咗呢款萬寧有售卡路咳啫喱懶人燃卡啫喱，佢係香港名牌科麗健旗下好好賣瘦身產品。餐前配合科麗健卡路咳啫喱，吸油海綿技術，超強吸附力喺腸道中將澱粉、油脂、糖分包埋一齊，排出體外，唔會影響食物中營養吸收。只要做到減少吸入熱量，就可以養成易瘦體質。卡路咳含有專利抗電子油成分，當中美國專利白腎豆萃取係天然澱粉阻斷劑，餐前食一條可以阻隔66% 澱粉吸收，同時促進甜食類產品代謝，減少脂肪積聚。以進食一碗白飯為例，正常白飯熱量會全部被吸收。食咗卡路咳之後，只有1/3碗白飯熱量會俾身體攝取。減肥嗰時配合卡路咳，可以唔使刻意忍口捱餓，都可以輕鬆瘦。團長食咗卡路咳之後，1個星期咩都冇做，冇運動情況之下，都減咗1.7 kg。之前有第三方檢測機構報道，卡路咳可以抑制升糖達 70%， 仲獲評為最安全等級。係萬寧安全同功效最好推薦。如果你成日睇 YouTube，都可能見過其他 YouTuber 推薦過佢哋，因為佢可以話係全港最多 YouTuber 推薦減肥產品，真係信心保證。我食過發現，卡路咳比起市面粉狀阻隔熱量產品，效果同味道好食好多。卡路咳特別適合鍾意食澱粉質甜品愛好者、生酮飲食人士同埋減肥朋友仔。日常每日食一條，食放題打邊爐，大飲大食之前食多一條，少啲罪惡感。卡路咳係美味，唔使加水一齊食，你當佢係零食就得，輕鬆方便。另外佢嘅姊妹產品 Slimpro 極瘦菌，瞓前一包將200億瘦菌植入腸道，增加腸道瘦菌，就可以提升基礎代謝，阻止脂肪合成。單單淨係食佢，1個月瞓住都可以瘦2 kg。